大家好，我係銅鑼灣獅子會25-26年度嘅第一副會長，亦都係4月26號藝向親子善心美宴銅鑼灣獅子會籌款嘉年華嘅大會主席。銅鑼灣獅子會由2004年10月12號成立到而家，已經行過咗22個年頭。呢22年嚟，我哋堅守生於斯、長於斯、用於斯嘅宗旨，憑住出心、出力、出錢、出席呢份4出精神，去服務弱勢社群同基層市民。我哋好注重薪火相傳，先後喺2010年成立咗慈善基金，2023年成立咗3間少師會，2024年仲指導成立咗屬會香港鐵桿獅子會。我哋連續10年攞到社會服務聯會頒授商界展關懷榮譽，仲喺2023至24年度勇奪303區獅子會2項10大優質服務獎大獎。呢一切全靠歷屆師友同各位善長嘅支持。今日我作為後任會長，提出咗新一屆3大核心服務方向，分別係關懷、SEN、特殊教育需要群體、培育青少年成長，同埋助力高才通新移民家庭融入香港。但要將理念變成行動，就需要穩健嘅服務經費。所以4月26號呢場籌款活動唔單止係一場公益聚會，更加係我哋新一屆服務工作嘅生命線。今次我哋將籌款同社區服務直接融合，辦成一場睇得到、摸得到、非常有溫度嘅公益行動。活動有4大亮點：第一，支持社企，籌款午餐係支持保送全愛社企，幫 SEN 學員培訓就業技能，幫佢哋自立自強。第二，親身服務活動喺天寶文學校舉行，到時會有超過30位 SEN 同學親自為大家服務，用行動展現佢哋嘅價值。第三，推廣香港，我哋特別設計咗香港地標剪紙拼圖，弘揚傳統技藝之餘，亦都帶出香港無處不旅遊嘅美好理念。第四，真實共融，成個活動完美體現共融香港、文旅無界、講好香港呢個包容、充滿人文關懷嘅故事。咁有意義嘅活動，只需要1200蚊就可以支持到我哋，支持到特殊教育群體。你嘅一份參與就係一份力量。4、2、6，約定你，歡迎大家一齊嚟，用愛同行動共創更共融、更溫暖嘅香港。請 WhatsApp 93447024同我聯絡了解詳情，或者掃2維碼報名。多謝大家，希望大家支持我哋4月26號嘅籌款日。426，約定你，不見不散。多謝晒。